Hello，大家好。我係 Karen 組嘅 Manda。自細開始咧，我就喺一個唔開心嘅環境裏邊成長，成日咧都俾人忽視啦，俾人指責，好似咧冇乜人認同，做咩都係錯咁。就係咁樣咧，逐漸形成咗一個好悲觀同埋自卑嘅性格，睇好多嘢咧都好灰暗嘅，從來都唔知道咩叫快樂。自此開始咧，我就越嚟越偏激。成日咧喺條街咧都睇人唔順眼，好暴躁，會通街鬧人，又會為咗好少嘅事咧就會大發脾氣，以為咧自己好真誠啦，講嘢直腸直肚，但係其實好主觀，從來咧都唔理人感受。身邊嘅朋友啦、屋企人嘅關係咧仲越嚟越疏離，個感覺咧好孤獨。但係咧其實我只係想有個人明白我同埋認同我，但係一路以嚟咧我都揾唔到方法。唔知幾時開始咧，我仲沉迷咗睇相啦、拜觀音，以為咧咁樣就可以順風順水，掌握到嘅未來。但係其實咧越聽得多咧，反而我覺得好迷失。我個人生咧開始失去咗方向，直至到有一年，我嘅婚姻咧出現咗啲問題。當時咧嘅我其實覺得婚姻就係我人生嘅全部。我覺得嗰一刻咧，我好似乜都冇晒，唔知做人有啲咩意義，真係好無助同埋好絕望。嗰時咧，我真係我人生裏邊最黑暗嘅時候，就係呢個時候啦。耶穌出手啦，佢派咗一個天使嚟為我祈禱，而喺呢個第一次嘅祈禱裏邊咧，竟然有神蹟嘅出現，為我祈禱嘅人同我自己咧都不約而同見到一個好美麗嘅圖畫，畫裏面咧有個好靚嘅太陽，有山有水，就好似咧伊甸園咁，好靚好溫暖嘅。我從來咧都未試過有呢個咁平穩嘅感覺，個感覺咧就好似見到我自己嘅未來，見到曙光，心情咧仲即刻平復咗落嚟，個感覺好奇妙啊！所以咧當日嘅我咧決志信咗主，信咗主之後啦，我就開始返教會，藉住詩歌啦同埋牧師嘅講道，我開始咧反思我嘅人生。我覺得喺我嘅生命裏邊，其實有好多嘅不足，同埋好多同人相處嘅誤解。我越嚟越體會到，原來孤獨感係因為缺乏愛。我終於都揾到答案，多謝天父俾我嘅愛，令我識得點樣去愛自己同埋愛人哋。而我身邊嘅人啦，都感覺到啦，我信主之後嘅改變，變得積極正面同埋充滿喜樂，感覺咧就好似重生嘅一樣。感謝我嘅天父，我將榮耀歸俾我嘅主。祝福大家，記得訂閱簽密見證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幫手分享點讚，等更多人認識神。